英国皇家海军最新锐的伊丽莎白女王号航空母舰周六下午抵达日本神奈川县的美国海军横须贺基地，首度停泊日本。据报道，伊丽莎白女王号航母打击群今年5月从英国出港，周六下午3时左右抵达美军横须贺基地。2022年世界杯预选赛南美区巴西与阿根廷队的比赛5日因4名阿根廷球员入境巴西时没有如实填写防疫表格而被迫中途叫停，何时重赛还没有确定。比赛开赛5分钟后，巴西卫生监督局官员进入场地，要求立刻停止比赛。委内瑞拉政府与反对派代表在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启动新一轮协商对话，寻求解决委国内政治危机。委内瑞拉总统尼古拉斯·马杜罗代表和反对派代表出席的第2轮会谈在墨西哥重新开始。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接受采访时声称，莫斯科和北京应该加入到阻止恐怖组织利用阿富汗作为发动海外袭击场所的全球努力之中。另一方面，日本外相茂木敏充在日本广播协会节目中透露，为磋商如何应对阿富汗局势，7国集团和俄罗斯、中国等国将召开外长会议。阿塞拜疆非族里的一个新机场正在进行试飞，该市于去年年底从亚美尼亚的占领中解放出来。据报道，新闻人员乘坐的一架卡拉巴赫号客机从巴库飞往非族里，耗时35分钟。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表示，谴责几内亚军事政变，并呼吁叛军立即释放被扣押的几内亚总统孔戴。第17届柏林灯光节正式开幕。本季灯光节以开创未来为主题，艺术家以充满创意的光影点亮了柏林75处地标建筑。活动期间，灯光、投影、3D 动画和视频会点亮柏林75处建筑的外立面，全程都是灯光秀的舞台。活动人士在乌克兰首都基辅举行示威，以抗议俄罗斯非法拘留5名打人。据报道，在俄罗斯吞并的克里米亚，俄罗斯安全部队拘留克里米亚议会副主席内里曼塞拉尔。